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首先看这个摩根士丹利对咱们楼市的一个看法。这个摩根士丹利它在7月份对中国的房地产进行了一个市场调查，调查的结果叫业主割肉离场，购房者持续观望。从这个标题来看似乎这个形势不太好摩根士丹利团队7月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查显示当前市场情绪进一步低迷，业主抛售意愿增强，购房者信心不足，叠加库存压力和政策乏力，楼市下行趋势或至少延续至3季度。对房价的预期他说一线城市意外走弱，分化加剧。调查显示，潜在购房者对房价的悲观情绪略有缓和，但整体预期仍偏弱。33%的极可能购房者认为未来12个月房价会下跌，但是这个数4月份的时候是36%，所以说这个短期预期小幅改善，但这一乐观迹象可能难以持续。下半年经济增速承压，年底购房者心态或再度转向谨慎，城市分化显著，一线城市房价信心意外走弱，50%的受访者看跌，二线城市4月看跌比例为45%，而二线城市信心刚有起色。历史规律表明，二线房价通常要滞后一线半年至1年，后续可能跟随下行。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一线城市突然这个信心走弱，50%的受访者认为这个北上广深这些地方房价要跌。根据历史规律1到1年半以后这个二线城市也会跟随一线城市，叫新房与二手房冰火两重天。一线核心区新房市场已现回暖迹象这个咱就不说了，天天说20万一平的房子，对吧？日光。但二手房市场仍深陷低迷，反映出市场结构性矛盾这个不叫结构性矛盾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核心区的这个新房它已经不能做普通的房子来看待了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但问题是这房子一旦被你买了之后，那它就是房子了，它就变成二手。你要想卖，对吧？你要想套现，对不起，按照房子的属性，对吧？要符合房子的属性，该跌它就得跌了。这就是核心区的，同样是一线城市核心区的这个房子新房，对吧？那房价是年年在涨，而且你也得去抢，然后5000万一套的还日光。但是同样地段二手房深陷低迷，也就是房子到了你手上，你再想卖出，对吧？那你就烧高香吧，求佛祖保佑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中间差距到底差在什么地方摩根士丹利说业主的心态，他说亏损出货比例激增，市场抛压加大，也就是这些业主踩踏式出货了，要夺路而逃。说7月调查中，业主抛售意愿呈现2大特征，第一个，割肉党增多，56%的卖家愿意承受亏损出售4月份的时候只有43%的卖家愿意亏损，其中42%可接受10%以内的降价，也就是你打9折，对吧？这有42%的人同意12%的人接受10%到20%的亏损对吧？我是100万买的房子，80万卖给你，这个有12%的人愿意。还有说有2%的业主不计成本甩卖，也就是只要能卖得掉，只要你给我钱，我反正便宜就便宜，我要套现。然后第二个特征是叫硬扛派撤退，计划未来6个月内卖房的比例略降至44%，但更多业主选择撤牌观望，反映出市场分歧加剧，资金压力大的业主加速离场，而实力较强的卖家则选择持房待涨。这个我觉得持房待涨这个都属于乐观了实际上是有一些业主他没有资金压力，对吧？他虽然有2套房，但是他贷款都还完了，他现在也不缺钱，这个时候他就有了选择余地如果房价太便宜了，他就干脆不卖了。尤其那房子还是出租着的，很多是这样的人短期内10%的降价幅度可能成为心理支撑位，但若宏观环境恶化，价格防线或进一步下移，我觉得这个叫防线是一步一步的溃败，对吧？你这个月接受10%，3个月卖不掉，你3个月以后恐怕就能接受再跌10%，对吧？这就是一个心理建设过程，你逐步接受最后跌到50%也只能接受。这个购房需求，他说刚需犹豫，改善需求成为未来。尽管潜在购房需求庞大，但短期购买力严重不足。51%的受访者表示有购房意愿但仅16%的极可能购房，且其中仅3%计划1年内。
这个比较符合大家的想象啊。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人有购房需求，有购房的意愿，对吧？你说谁不想买房子住得好一点？但是呢，只有16%的人说极有可能购房，极有可能什么意思？恐怕就是1年以内这等不及了。这只有16%，决定在1年以内必须买房的只有3%，也就是51%的人想买房，这中间51%买房的人里面99%是可以等，对吧？你等到合适了，他倒愿意买，反正不合适他就不买，他有需求，但是他可以买涨不买跌的心态蔓延。35%的潜在买家无明确购房时间表，观望情绪浓厚。对了，对吧？他就跌到他心理价位，到了他心理价位他也不买，因为他还有一个比这更低的心理价位，买涨不买跌嘛，就是反弹信号出现前难有大规模入场。我倒是觉得即便有反弹信号，很多人也不会买，对吧？这个因为韭菜没钱，韭菜经过这个经济低迷已经害怕了，炒房时代过去，对吧？如果我七大姑八大姨的借了钱加杠杆买了房子，它虽然不跌了，但它也不涨，那我能占什么便宜？我背着贷款。如果你要涨的话也可以，你说房价涨，那你就得让韭菜相信未来谁来买谁接吧，对吧？这个大家都不傻，不是靠你几个中介，靠几个炒房的，靠报纸一吹，大家就信了，对吧？韭菜现在越来越精他也知道谁来接这个，对吧？我现在1万1平米买的，谁2万1平米买走？你告诉我那人在哪儿？他是什么样一个人？未来的人还越来越少，对吧？需求在下降，完了谁收入涨得那么快，会把我的房子加价买走？这些东西你如果不让韭菜一个明确的信号，让他意识到，他怎么会去买房？怎么会听你忽悠呢？核心城市的那个核心位置的新房是好，但那个已经不是房子了，那个对吧？变成一种特殊商品，金融产品。总之这个摩根士丹利7月份的这个市场调查显示未来某个时间恐怕会出现踩踏式出货，踩踏式抛售，也就是这个过程一定会出现的，不要有侥幸心理。我们人表面上看都是理性的，实际上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非理，都会有恐慌，对吧？如果没有恐慌，那股市就不会有暴跌对吧？如果没有恐慌的话，那股市就不可能叫跌过头楼市也一样，楼市现在真的缓慢下跌，还谈不上跌过头，它一定有个跌过头的阶段，对吧？也就是情绪化很有可能要主导最后一个时期这个房子明明要值8000的，它偏偏跌到了5000，那一定会出现这么一个过程，大家都恐慌，大家都不愿意买，极度没有信心。这个时候出现之后，慢慢的大家恢复理性了，觉得跌过了，这不应该这么北京的房子才8000一平米，没这道理所以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它房价就慢慢恢复了。这是关于摩根士丹利对中国7月份房地产的它一个调查。我们再看看这个每日人物它今天刊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正好刻画出了某一个时期的一些年轻人买房的一个遭遇，这个很有代表性。他说的是在环京，就是环北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环京是炒房的重灾区，但是由于媒体好像报道的比较少，我有亲身体会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每日人物这篇文章来聊一聊。实际上全国各地其他地方也差不多，但是像环京这么惨比较罕见。他的文章标题叫在环京楼市里赔掉10年的年轻人，就是10年光阴浪费在环京楼市，环北京的楼市。他这文章说他列了主要是报道了几个主人公在环京买房的一些遭遇。这些人大概率都是在北京上班，没有北京的购房资格，但是需要房子，所以跑到北京周边去买房，就这么个特征说小唐决心离开北京回老家了，回家前他要卖掉2处在环京地区购置的房产。你说这真叫倒霉买了1套不够还买2，环京买2处，你说这相当于挨了2闷棍呢。1套在河北廊坊的大厂回族自治县，这个就是胡信老师邻居，胡信老师好像也在这个大厂回族自治县买了1套嘛。1套在天津宝坻的京津新城，这个京津新城好像现在都成鬼城了。1套还了11年的房贷，1套还了9年。等房子终于卖完，小谭算了算账，2套房亏了70万，说天津那套就占了60万，那处曾经被看好的距离天安门只有130公里的优质大两居成了他焦虑痛苦的根源。那个京津新城我记得后来成了鬼城了，也不能说是鬼城反正入住率非常。你说它挨着北京吧，它离北京100多公里；你说它属于天津吧，它离天津还有将近100公里，两边都不挨着。你说那个地方，12年前他在北京工作，想要在这座城市扎根留下，想给北京给自己一个家。12年后，他身处失业的浪潮里，唯一的愿望是快点卖掉房子，回到老家县城。他这12年相当于白干了，对吧？什么都没落下，对吧？除了伤痕除了痛苦的回忆在北京辛苦工作10几年攒下的钱，如竹篮打水一场空。小唐失望的在社交媒体留下记录，自嘲为我这地狱笑话的一生。而评论里还有许多和他同期买房感同身受的人，他们都曾相信自己的顺应时代，做出了
正确决定。北京房价太贵，黄金地区的楼盘价格是北京的1/10，这里进可涨价套现离场，退可自住落户生活。你看想的都是很美好的啊，当时买的时候那绝对理由啊十分充足啊，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的畅想，满心欢喜地买下，直到黄金房市跌穿人们的心理底线，家的蓝图消失了。小唐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买房是一笔风险极高的超前消费。他因为短暂上涨的房价喜悦，也面对飞速下跌的痛苦。天津宝坻96平方米的大两居，售价15万，在老家县城却只能当首付啊！宝坻96平方米的房子居然只卖15万，合着1500一平米啊，那比鹤岗贵不了多少啊！那大家往鹤岗跑干啥呢？对吧？你这个天津宝坻好歹是夹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对吧？这往东可以到天津，往西可以到北京，那何必还跑到鹤岗去呢？说压垮小唐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失业，马上35岁，小唐找了很久，始终没有在北京找到合适的工作，卖掉房子割肉离场是不得不做的选择。房子真正卖掉的那天，亏损固然让他心痛，更多的却是解脱。黄金楼市的潮水退去了，小唐最本质的心愿还在，他想拥有自己的家，而不是平白空置10年的房子。他还是想攒钱在老家县城买房，即便首付要15万，他知道县城的房价还有些泡沫，他会再等等。也就是啊，你刚从黄金这坑里面跳出来，对吧？你又要入县城的那个火海，何苦呢？这是这个叫挨打没够啊。他这文章很长啊，讲了这个小唐在北京上学，不是在北京打工，完了之后种种原因啊，先去大厂买了一套，后来考虑了要孩子，告诉大家啊，在北京上班的，跑到天津买房的，都是那个为了户口，为了小孩上学。天津就靠这一招啊，吸了不少北漂去那儿买房。但是买了房之后啊，由于种种原因，恐怕上学也不行，或者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最后那房子要卖，全部是重度套牢。黄金的房子都是什么人买呢？刚才这个每日人物文章也说了啊，实际上都是在北京打工的北漂，他们在北京没有购房资格，首选之地是燕郊，但是燕郊的房价曾经被炒得很高，因为燕郊挨着北京太近，尤其挨着国贸，如果不算检查站的时间啊，半个小时绝对就到国贸了啊！从燕郊到国贸半个小时，你想这个通勤距离，在国贸附近上班的 CBD 嘛，对吧？在燕郊买，这是个理想的选择啊！所以燕郊的房价那是水涨船高啊，最高涨到5万一平，可能还不止。我2008年、07年啊，我到燕郊实地考察过，不是我买房，我是带别人去。那个时候房价好像是4、5千吧，因为那个地方我记得不太清楚，因为从那个通州啊高速一到燕郊，那个路两边全是售楼处啊，它那个售楼处不在项目里面，是在路边摆着，就像摆地摊卖房一样。然后你先去那个售楼处啊看那些沙盘，看完这个看项目，看完之后哎有意向，然后这个销售就带着你再去看实盘，实盘恐怕离附近有的时候1公里，有的2公里，有的就在附近。我当时看中了一套啊，我陪别人买房，我自己还看中一套，就在路边上，当时是个现房，好像是4000多一平米，不到5000。后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买，不是，但是觉得麻烦，我买那房子干啥呢？我还要装修，它不是精装修啊，完了装修之后我还出租，我觉得我受不了这个累啊，当时就放弃了。我都已经看好了啊，准备出手就买那一套。后来那房子恐怕涨了5、6倍、6、7倍是有的，涨到3、4万是差不多吧。它就在马路边上，我看那小区里面停的车牌全是金啊，北京打头的，那是2007年左右或者08年。燕郊的房子那个高峰期是在2016年、17年，北京一限购以后啊，那个燕郊的房价就直线下跌。燕郊也开始限购，所以燕郊的房价啊，可以说叫脚踝涨。所有的这个网络媒体上面说什么免费送房子的这些文案或者这些案例，它都是发生在燕郊。就是刚开始啊，最早都是在燕郊发生的，后来全国倒是蔓延。为什么是免费送房子呢？就把房子送给你，对吧？你只要还按揭贷款就行，剩下的贷款你来还。也就是这个房子的残值啊，已经比那个银行贷款还要低，银行的贷款比那房子还要值钱，还要贵，所以业主就干脆啊把这房子送出，你只要送给你。那意味着他前面的首付，他还的按揭贷款，他的装修，统统的打了水漂。关键这样送都送不出去啊，没人要啊，对吧？我要你的房子，不如花钱在那附近买个新。这是燕郊啊，燕郊非常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网络作家叫木子美，恐怕有很多人知道啊，因为有阵子刷微博老刷到他就天天宣传自己在燕郊炒房，他在燕郊买了3套还是几套，我不知道他后来的房子有没有卖掉，有没有出手啊？如果没有出手的话，哎，好像他是靠身体写作嘛，不知道真假
啊，靠身体写作赚的钱，统统的在房子上赔掉了，这就是命运的。我去燕郊看房啊，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后来我在最高峰期啊，就是黄金啊炒得最热的时候，我又去黄金看房了。那个时候是准备是改善，不叫改善，那个时候准备养老。黄金出了一批那个别墅啊，就是那个温泉别墅。哎，北京周边有很多温泉呢，什么河北的叫什么霸州啊，什么涿州啊，反正挨着北京啊，开车1小时。都是什么华夏幸福啊，还有什么荣盛地产，都是河北的几个房地产开发商啊开发的。他们那个广告就在北京到处发，做广告啊。然后当时想着，哎，这地方又有温泉，对吧？又挨着北京非常近，开车也就1个多小时就到了。这房子还不贵，对吧？那就去看看，准备在这买一套别墅，以后养老不挺好了？哎，所以我就开车啊去了霸州，结果我就导航，到时高速一下来啊，就很快就到那项目，离那项目很近，不到1公里，成片的别墅。但是他那个别墅是连排，而且那别墅质量也很差，前后院子非常小，跟我想象中的别墅啊差太远了。然后最关键的温泉入户呢，好像反正我去看的时候他还没有入户，温泉是有，对吧？但是那是在这个物业或者在什么那儿有那种类似于公共澡池一样的澡堂那儿有，所以啊我去看了不满意。但是房价好像多少是1万多，也不算贵，那是17年18年的时候，他那别墅都是200平左右。我看到啊这个满大街都是销售人员，然后这个客户啊都是从北京来的，开的车都是金牌的嘛，他们就在大街上发传单，就在这个霸州啊，我没有看上，所以没有买。当然了，如果我要看上了啊，我要买了，那现在恐怕也是脚踝涨，因为我现在偶尔还收到这样的这个就是视频啊推送的，我看那个很多人在卖北京周边的别墅，不是北京别墅啊，如果卖北京的别墅，他就直接叫北京别墅或者北京郊区别墅，他卖北京周边别墅，那就说明是叫黄金别墅，是河北的，什么原价180万，原价200万，现在都是70万60万在卖。关键是我看他拍的照片啊，拍的视频，就是70万60万卖，没人买啊。他那个整个的别墅区啊都没人，就没有人住，没有人气，鬼城一样，谁会去那儿呢？就知道啊，2016年、17年、18年多火吧，现在有多惨。我记得以前啊最火爆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炒房团，他们就是这种啊，互联网上的大 V，带着自己的粉丝去黄金啊，一买就1栋楼啊，他们团购嘛，这样价格能便宜点。有的人一出手好几套，他们认为这个房价要对吧，1万多1平米不算贵啊，涨到5万完全有可能，毕竟离北京这么近呢。买房的理由啊，和这个每日人物上面的小唐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进可以涨价把它卖掉，退可以回来住，对吧？我就在北京上班，然后我就住这儿，然后每天早上开车去上班就完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黄金炒房的没有一个赚钱，可以这么说啊。但是你说个别人极个别的他赚了，绝大部分人没有赚钱的。只要那房子还在手上，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你买的再便宜都砸手上了。大家想象一下，北京还没有放开啊，北京迟早是要放开的。北京一放开，你这黄金的房子根本就没人有，没人买啊，谁买？胡静老师大概是在2015、16年啊，也就10年前，在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买的房，那个地方跟北京的通州啊是隔河相望。位置比燕郊稍微差点，在燕郊的南边，他那房子基本上啊没有脚踝长，那至少也是膝盖长啊，已经成了胡一静老师啊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他不可能去住啊，而且看样子他房子也没租出去，然后节假日啊拉着自己的孙女儿去那房子看看，大概就这样。他这文章的最后啊说啊，北漂有后悔，但也会向前看。说刚毕业的时候啊，总会有一种感觉，哪里都有机会，一切都会变好。最开始工作时，我的月工资只有2、3千。前3年我跳槽也很频繁，在公司干一阵，工资不涨，再问一下工作5、6年的老同事，如果涨幅很小，我会找下一份工作。我强迫自己跳槽涨工资，不然在北京真的没有安全感。等到2013年买房的时候，我每个月工资已经涨到了12000元，北京房租年年都涨，总是被迫搬家。那时候我特别想拥有一处稳定的居所。我做的是电影票务相关的工作，眼看着电影市场的票房从2010年刚过100亿到2017年的500多亿，人们有钱需要娱乐消费，所以市场规模增大，行业繁荣，工资越来越高，你总觉得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时代的氛围也在烘托着你去看房买房。
房，哪里有了新楼盘，同事间也会互相交流信息，约着一起去看房。之前还有同事喊我一起去河北廊坊的香河县、天津的武清区看房，那里的房价现在也跌了很多。其实亏的不是我一个人，买在黄金区域的一个群体都亏了。我一个朋友啊，为了孩子上学，在天津武清买的别墅，当年他买那个别墅，他给销售塞了20万，叫茶水才买得到。那房子现在跌多少不知道了，反正你买总不至于还要掏20万的茶水费吧？你就知道啊，这个房子最火的时候什么情况。其实亏的不是我一个人，买在黄金区域的这一个群体都亏了，这个是实际情况啊。即便胡一静老师买的那么早的都亏了。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我在朋友圈刷到一条消息，那个人说啊，上下5000年买任何东西都有赔钱的，就是没见过买房子赔钱的。他举例子讲，有人靠一套房子供养子孙一生，就是鲁迅买房的故事。房价略微下降的时候，销售们会发房价都在停下来等你了，你还不上车？朋友圈铺天盖地的都是这样的宣传。再加上房价已经20多年没有大降过，你天然的觉得买房是件稳妥的事情。说10年前我总是重复听到一个故事，讲的是2个老太太的故事。一个老太太在年轻时贷款买了房，买了车，等到60、70岁，她还完了贷款，也享受了人生的过程。而另一个老太太一生都在攒钱，省吃俭用一辈子，最后60多岁买了车房，最后只享受了10年。我觉得10年前的整个市场都鼓吹这样的超前消费，但他们都不讲超前消费的代价。绝大部分的职场波动起伏太大，年轻时候预测不到以后会发生什么。有一些人能成为那个幸运的老太太，但大部分人都是另一位，需要攒钱，需要评估自己的支付能力，看高昂的超前消费是否会在人生不顺时成为毁灭性的累赘。实际上就是杠杆，你能不能撑得起，对吧？等到你人生不顺的时候，杠杆会不会断？说保底房子的业主群里，有人说大不了就留着养老吧，反正环境也挺好，但其实是不得不做的选择。还有人说实在不行放骨灰，价格比墓地还要便宜。房子跌成这个样子，很多人都说你别发出来。我的社交媒体下有人评论说，建议你不要发出来扰乱这个区域的房价。业主们也不希望在群里看到不好的消息。大家可能和我当初一样想逃避，对吧？你发你就是唱空，对吧？你要发你就是唱空本小区，那遭到别人的唾骂。说现在还愿意买那里房子的，也就是保底啊，说大多是来陪读的家长，孩子们在附近的中学上学了，高考完就走了，顶多就住3年，人口流动性也很大，几乎没什么人常住。这里的空房太多了，卖家也丧失了议价权。中介在抖音发看房视频，底下没几个人评论，没评论就意味着没人关心房子的好与坏，价格的高与未来上学也不是事了啊，对吧？现在很多大学都招不满了，所以在这种形势下，你说保底那房子它怎么不成鬼城？和这里新城对比的是我老家县城的房子，只要中介发看房视频，就会有很多人询问总价首付。我们小县城比保底还要小一些，但它有100万人口，密度更大，需求反而更旺盛。我观察了1年，它的房价几乎没有太大的降幅，但是等到你去买的时候，恐怕你又是去接最后一棒，这叫吃一堑长一智，对吧？有人吃一堑，也有人就撞了南墙，他也不回头，吃多少亏他都不长一智，甘离苦火坑呢，对吧？又跳入下一个这个火坑。实际上啊，全国有很多地方像黄金这样，对吧？上海附近，对吧？也南通、昆山，对吧？就是环上海。那深圳周边呢，环深圳，对吧？惠州都是典型的案例。只不过像燕郊啊、黄金这种这么惨的不多见，这个跟北方这个经济也有关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恰恰是买黄金的、买黄户的、买那个环生的，都是底层，对吧？都是牛马，都是不容易的，都是靠血汗钱、勒紧裤腰带买。恰恰是这些人受伤最深啊！这就是越渴越吃盐，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你要说他犯了什么错误，其实也没犯什么错误，就是错误的买了一套房。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